风台要到位了，南投的高山地区风真透，仁爱乡的农民是抢收到大同啊、甲高丽菜，那宜兰的农民是抢收到葱啊。 风台山土尔山多日伫南投山区引起强阵风，毋那乌多摆吹倒伫涂骹，树啊嘛吹甲海来海去。都惊讲会有大雨，仁爱乡农友赶紧抢上农作物。农友将一箱一箱的高丽菜、大同啊、柑仔笔等等的农作物装箱上车，赶紧送落山。另外，伫宜兰规大片的这个葱仔田，因为顶届凯比风台影响，还未发完全，又搁拄到这个风台要来，农友赶紧去扣，会当扣偌济算偌济，希望会当降低灾害损失。如果要采收的话，损失很大，因为数量跟重量也都不足。如果采收起来，价格虽然现在比较好，但是冒的风险大。 农会讲，即马葱仔计价差不多是每公斤2.2，有可能风台过了后会高起。若伫台东在地特产适客正是小枸杞，惊讲会互风台拍歹去，果农透早赶紧去处理。扫乌呀！台东的适客要真细粒，适客树互强风扫甲海来海去，果农举家刀赶紧去修剪，避免讲因为强风一个拍，这个适客拍落了了。花若风台拍去。 损害你搁要剪花互生就袂有啊，就袂有开花啊。哦，等于讲即期的第二期的都无通收啊。果农真无奈地讲，听到风台要来，拢烦恼甲困袂落眠，只能尽力做好防台准备，希望辛苦栽种的农作物会当度过这摆的强风甲大风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